阿田怎么不接我电话呀？我这次来，是因为在最终确定的培训名单里面没有看到你的名字。我错过了这次培训。能问下，是公司的原因，还是你个人有什么困难吗？是个误会。我知道，你很重视这次的培训。作为特邀讲师，我可以带一名助教前去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随我前行。谢谢学长。但如果我以助教的方式去参加，是不是就要放弃现在的工作了？一份工作而已，学妹，你如果想做潮玩，我工作室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谢谢你，学长。你一直这么关照我，我却不知道能为你做什么。你不用谢我，这都是我心甘情愿做的，因为我喜欢。你不用急于拒绝我，我会给你足够的时间考虑。毕竟心动只是一时的，而两个人长远走下去，需要两个人的默契。我下周5的航班，是去是留，我等你消息。我会回去想清楚，然后给你答复。阿田，你答复他什么呀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是来跟你道歉的，我会竭尽所能弥补你。如果你想去参加培训，我会为你再添加一个名额。我不需要你的弥补。学妹似乎不想被你打扰。这是我和阿田的事情，轮不到你来干涉。还有你，又来找阿田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你让他失去的愿望，我会帮他实现。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。那我们拭目以待。